我咁，始終君後今日索刑親風已停，已行近眼見已有風來意，共體分司徒憂慮來相等，火鐵要遲月下人隱約未聞香居近我講啟稟太師，黃司徒香居已到啊！嚇！嚟嚟，請。有請。參見太師。起來！原來段醫師好。太師，嗯，因為爹爹有病在身，未克親自陪同過府，特命奴婢向太師傳言，告知罪甚。既是司徒有病不來，何罪之有呢？調時萬里過來，與老夫同坐。知過。原來上前叩見沈夫人。新夫人，罷了。太師啊，居木堂前南宮內，敢問太師誰是至親人啊？老夫膝下探刑去。咩話？太師你無女無兒嘅咩？貂蟬自悔多一問啊！我收養命令明女報，父子的情誼骨肉親啊！貂蟬名義怎稱呼？母子相稱啊，應啊輩份啦。太師，點解唔見呂布嘅？需唔需我去？普天之下哪有母见儿这个道理呀？当然要儿见母啊！原来请问候。遵命。坐下来。啟稟溫侯，太師府堂傳見啊！吓，太師傳見？沙啟，慢着，你到我園中等候，如若黃司徒有香居送到，立即傳報。知道。罢了。咩人？你嚟啊！
我不過欲與他。他就是你的親娘啊，還不叩拜上前，輕教訓嘛？他是我娘親。呀，正是為父的新夫人呐！太師啊，佢嚇死我啦！唔使驚。誰敢觸犯貂蟬路，定把佢伸手量上棍，快與為父下去一馬！無信義，不是人，不是人，真可憎啊！可憎！請君休要破中心，請君休要破中心。呂溫侯，你責王允，為何故？願之問，願之問。請說原因，原因。手執司徒來質你問啊！因何你反悔前言，把話吞啊？司徒都非是無此客，何來悔犯？請直陳。曾記華言去分啊賓啊，因何一女去配兩門啊親？刁善許你鞋襟針啊，未曾去與別家人。仲話冇？記許呂布共成啊親，不應向太師來相談。我恨你貪圖啊富貴，恨你是反覆嘅小人。我已被香具送女求合真，送到太師府來獻與太師啊，成啊親。問溫侯你是假還真，何意思？說得咁離奇，令我狐疑，失你心。錯姻緣忘購品，鄉居送玉人，太師緣已盡，悉與太師語，稱讚是天人，告示溫侯基，放過忘求恨，用強來劫奪，佢逼作新夫人，小姐欲殉情。民之心火滾，不奪還所愛，呂布枉為人，枉為人。喂，太師威嚴傾宇宙，溫侯欲抗都怕無能啊！溫氏都不吃眼前虧，是可忍是孰不可忍啊！天下何愁無美婦，誰圖後會意中人呢？一日侯門深似海，此後相見都怕無期咯。呂溫侯，你一旦放心，我無事刁善，能與你見面嘅。當真？係，城東爵明日上朝，我叫刁善在於鳳御亭與你相見就是。哈！